紅霞速速來到，究竟有冇8號波呢？熱帶氣旋紅霞會喺今日黃昏前後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會喺今晚8點40分發出1號戒備信號。而聽日日間本港仍然天氣酷熱，但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住紅霞增強同埋靠近廣東東部沿岸，明日稍後本地風力將會逐步增強，狂風驟雨逐漸增多。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以及本地嘅風力情況，考慮會喺聽日下晝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而根據現時評估，紅霞較大機會喺星期日初時喺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與本港嘅距離仍然存在住變數。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而風雨最顯著嘅時間就會喺7月26號星期日，就會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離岸同高地達到7級，就大約係強風嘅程度。接住落嚟就係3號信號同8號信號嘅可能性分析。隨住颱風紅霞逐步逼近廣東東部沿岸，香港嘅風力預計就會喺星期六稍後時間顯著增強，離岸同埋高地嘅風速可以達到6至7級。而天文台亦都預告咗會考慮喺星期六下晝至稍後時間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而至於8號信號嘅機率就係為中，主因係紅霞較大機會採取東登嘅路徑，吹向廣東東部至福建沿岸。受到地形屏蔽嘅影響，本港吹烈風嘅機會就相對比較低，但颱風亦都大機會進入本港150公里範圍內，亦都唔可以排除8號信號嘅可能性。咁市民亦都請留意最新嘅風暴消息。